来看国内消息，新北市淡水有里长收到青婚的消息，发现讲对方传来一段本案的影片，内底男主角阁是伊的面，对方阁威胁讲，若是无赶紧处理，要将这个影片公布出来。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到区公所网站去掠这个里长的相片，阁用 AI 技术换面合成，用这个方式，甲公众人物呢，要甲恐吓取财。卫生署包括这个刑事局，嘛咧追查这个 IP 的位置，要掠出幕后犯罪集团。收到青份简讯，点开一个看，对方传3秒钟的实情影片，查甫主角竟然是家己里长惊到要死，赶紧报警处理。我点开看的时候，我就发现那个人头怎么这么像我自己，所以我就把它点开看，就基本上那就是我的照片。新北市淡水有2个里长进前收到简讯，敢若是诈骗集团用 AI 技术，甲实情影片的主角换里长的相片，佮透过LINE传消息甲恐吓，讲唔赶紧处理，就要甲影片含个人资料写互大家看。他就是强调的是，他要你来跟他谈，你来跟他架构。不然的话，他要故意把这些影片来散播。交在诈骗的手路，随行看破卡手，里长爸爸咧讲，立委阿明凯遂要求司法部上对策，若无公众人物的相片伫咧网站要抓来是真简单。小小的代志，恐惊嘛继续发生。放在公众平台上面的一些照片呢，或许也可以用浮水印的方式可以减少被 AI 换脸或者是 AI 生成的一个诈骗啊。AI 技术是哪进步？过去帮红小局爸爸因为家己人的相片含实情影片的主角对话，互关起来。最近嘛传出诈骗集团用名钱假投资诈骗，即马含里长嘛正做诈骗集团的目标。刑事局即马当伫面积追查 IP 的位置，要掠幕后庄稼钱，避免愈侪人受害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